個聯動嘅力量啊，好明顯咧就係為咗有結算咧嚟做一啲新嘅部署嘅，同埋咧就係即係借住一啲嘅啲機會咧，因為最新咧就全力拜世界就俾當地嘅政府就注資50億美元啦，但係之後咧當地嘅財政部官員就澄清啊，有關嘅注資唔係有新嘅進展啦嗱，咁啊不過咧就學大家話齋啦，即係都係借住呢啲唔同嘅消息啦，或者咧拱啲嘅大重磅啲嘅股份咧，令到個大市啊一齊咁彈啦，咁啊唔止咧係匯豐彈啦，今日見到好多地產股咧表現係都係。張順文你彈緊咩歌啊？都係由跌轉升啦，咁啊令到咧今日恆指收市咧嗰個表現啊都升咗咧係1%嘅。尤其是咧中國 H 股金融行業指數啦，今朝咧係拖累嘅指數嘅元兇嚟㗎啦，咁啊晏晝啦喺一眾嘅相關股份嘅分別表內收入之中啦，見到咧最後指數咧都仲可以上升，即只係咧升幅咧都係跑輸係大市嘅。係啊，今日見到咧恆指收市咧都245點啦，做20,623點嘅。成交方面咧開始見到你唔好咁大力啊！你彈下媽咪個琴日幣啊！有601億啦。係啊。見到2月份嘅期指咧都比現貨略為高啲啲。係因為見到個市咧一夾上嚟嘅開下咧，咁其實一轉跌為升啦，啲期指即刻夾得幾有急㗎，喺11點半打後至到12點3嗰45分鐘裏面啊，都令到咧有市場。哦，佢終於發現有隻龍蝦喺背脊咯。原隻龍蝦外試啊！港式嘅報告一陣間又話。哇！又話啲地產股抵買，又話啲股 NAV 低啊，乜乜物物咁樣樣。終於咧都即係喺個市值嘅控制之下，朝頭早其實係夾上嚟之前嘅成交都係200億左右嘅啫，跟手嘅話去到中午嗰段咧，即係嗰45分鐘咧，你買啦，我又買啦，好似突然間柳暗花明咁樣啊！唔係啊，見到咧新地嘅股價咧，今日啊都可以用柳暗花明嚟形容啦，因為咧今朝嘅時候咧，見到個走勢咧曾經係跌即係都麻麻地㗎，跌過落去咧102蚊樓下咧，但係其實相